你係咪成日覺得周身骨痛，或者明明瞓咗好耐，但起身嗰陣仲係好似冇瞓過咁，成個人都好重好攰？又或者你發現自己踏入40、50歲之後，啲小病小痛好似斷唔到尾咁，皮膚又容易敏感，記性又好似差咗？如果係嘅話，你一定要留意啦，因為呢啲好可能係你身體話俾你知，你全身上下正喺度發炎。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件好緊要，甚至可以話係救你一命嘅事。最新嘅醫學研究發現，有一種嘢食，佢被譽為全球第1名嘅天然消炎藥，每日只要食少少，就已經可以幫你消除全身嘅慢性炎症。你可能會諗，發炎啫，食粒消炎藥咪得咯？千祈唔好咁諗。我哋平時感冒發燒嗰種係急性發炎，但係最恐怖、最攞命嘅係嗰種無聲無息喺你身體入面燒咗幾十年都唔熄嘅慢性發炎。醫學界近年有個新名詞叫 inflammaging， 即係發炎性衰老。簡單啲講，如果你由得身體長期發炎，你就會老得快過人，甚至係癌症、心臟病、腦退化症嘅源頭。所以今日我唔單止要話俾你知呢款消炎神物係咩，仲會教埋你點樣食先至最有效，因為食錯咗嘅話，食幾多都係嘥氣。講到呢款全球第一嘅消炎食物，大家可能都聽過佢個名，但係未必知佢而家喺國際醫學界有幾咁震撼。佢就係薑黃。唔好以為我講緊平時講起嗰啲生薑喎，我係講緊薑黃入面嘅薑黃素。喺2025年至2026年初，哈佛大學同埋幾間世界頂尖嘅營養學府發表咗一份好大型嘅追蹤報告。佢哋研究咗超過5萬個年齡由40幾歲到80幾歲嘅人，發現長期喺飲食入面加入適量薑黃素嘅人，佢哋體內嘅發炎指標，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CRPC 反應蛋白，竟然比一般人低咗20%到30%。呢個數據係非常之誇張嘅，因為好多處方藥物都未必做到咁顯著嘅效果，而且佢仲係天然嘅。點解薑黃素咁犀利？大家想象下，你身體入面有一班好似火警咁嘅信號，叫做 NF-kappa B。呢班嘢一旦被啟動，就會叫全身嘅免疫細胞去搞事，產生大量嘅發炎因子。而薑黃素最勁嘅地方就係佢可以直接走入細胞核入面，幫你熄咗嗰個發炎開關。即係話佢唔係幫你救火，而係根本唔俾場火燒起來。但係呢度有個好大嘅重點，好多香港人去買薑黃粉返嚟沖水飲，或者加落啲耳度，結果食咗幾個月都覺得冇乜效喎。點解啊？因為薑黃素有個好大缺點，就係佢好難俾人體吸收。如果你就咁食，90%以上嘅薑黃素都會直接排出體外。根據最新嘅研究建議，要發揮薑黃嘅消炎威力，有2樣嘢係絕對唔可以少。第一樣係黑胡椒，你冇聽錯，就係我哋平時食牛扒嗰啲黑胡椒。黑胡椒入面有一種嘢叫胡椒鹼，研究證實，只要喺食薑黃嘅時候加少少黑胡椒，人體對薑黃素嘅吸收率可以瞬間提升2000倍，係2000倍啊，唔係2倍。所以你平時煮黃薑飯或者沖薑黃奶飲嘅時候，一定要撒少少黑胡椒落去。第二樣就係油脂，因為薑黃素係脂溶性嘅，如果你空肚飲薑黃水，其實係好難吸收。最好係喺食正餐嘅時候，伴隨住啲健康嘅油脂，例如橄欖油、牛油果或者魚油一齊食，咁先至可以將啲營養帶入你嘅血管入面。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想知，如果我每日食幾多先夠？其實唔使多。研究指出，每日只要攝取大概500毫克到1000毫克嘅薑黃素抽出物，或者大約1至2茶匙嘅純薑黃粉，就已經足夠產生顯著嘅消炎作用。對於60幾歲、70幾歲嘅長者嚟講，呢樣嘢直頭係護身符，因為佢除咗消炎，對預防關節炎、痛風，甚至係保護腦部唔好咁快退化，都有極大幫助。不過我都要提提大家，如果你係正喺度食緊薄血藥，或者你膽石問題好嚴重，又或者你係準備要做手術嘅朋友，就記得要先諮詢醫生意見，因為薑黃係有通經活血嘅作用，唔係人人嘅體質都適合大劑量咁食。除咗薑黃，大家亦都唔好忽略其他消炎副手。如果你想效果更加好，一定要配合埋深海魚。點解啲老人家成日話食魚對心臟好？其實背後嘅原理都係消炎。深海魚入面嘅 Omega-3脂肪酸係薑黃嘅最佳拍檔。
大家可以想象下，薑黃係幫你熄火，而 Omega-3就係幫你修補被火燒過嘅地方。一邊熄火，一邊裝修，你嘅血管同關節先至可以保持年輕。我之前識得一位伯伯，佢今年已經78歲啦。以前佢對手成日因為類風濕關節炎而腫晒，朝早起身連拳頭都握唔埋。後來佢聽我建議，開始改變飲食習慣。佢每日早餐都食一碗加咗藍莓、合桃同埋少少薑黃粉嘅燕麥粥，平時早起就用橄欖油。佢堅持咗大概半年。佢同我講，而家朝早起身隻手鬆咗好多，連平時食開嗰隻止痛藥都可以減半。呢個就係飲食嘅力量。講到藍莓，呢個亦都係我要重點推介嘅第2名消炎食物。藍莓入面有一種強烈嘅抗氧化劑叫花青素。如果你成日覺得眼乾眼澀或者皮膚好容易起紅疹，藍莓就係你嘅救星。有研究指，如果你每日食一細碗藍莓，大概125克左右，持續食12個禮拜，你大腦嘅認知功能會明顯改善。對於驚自己有腦退化嘅長者嚟講，藍莓簡直係平民版嘅補腦丹。但係講返轉頭，我哋喺度努力食消炎食物嘅同時，如果你仲係不停咁食啲催炎食物，咁就真係倒錢落海啦。咩係催炎食物？喺香港最常見嘅就係砂糖、精緻澱粉同埋嗰啲用劣質植物油炸出嚟嘅嘢食。如果你每日都要飲杯凍檸茶加超多糖，或者下晝一定要食件西多士、菠蘿油，呢啲食物一入到你身體，血糖就會飆升。血糖一高，身體就會產生大量嘅自由基。呢啲自由基會周圍撞傷你嘅血管壁，撞傷你嘅器官，引發大規模嘅發炎。所以如果你想身體好，真係要戒一戒口，唔係叫你完全唔食，但係可能由每日食變做1個禮拜食一次，俾你嘅身體有喘息嘅空間。另外，好多人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消炎因素，就係壓力同睡眠。你試下連續3晚唔好瞓，或者連續1個禮拜壓力爆煲，你去驗血，你嘅發炎指標一定會升。因為當你壓力大嘅時候，身體會分泌一種叫皮質醇嘅荷爾蒙。短時間嘅皮質醇可以救命，但係長期高企嘅話，佢就會反過嚟抑制你嘅免疫系統，令到身體處於一個慢性發炎嘅狀態。所以除咗食薑黃、食藍莓，大家一定要學識點樣去放鬆。可能係每日去公園散步半個鐘，或者係聽下歌，同朋友傾下偈。特別係我哋呢啲生活喺香港呢個咁壓抑、節奏咁快嘅地方，心理健康同生理發炎係息息相關嘅。如果你已經50幾歲或者60幾歲，想由今日開始轉變，我建議你可以咁樣安排你嘅1日3餐。早餐你可以試下整一個消炎大碗飯，底係燕麥或者少量嘅糙米，上面加一匙羹磨碎咗嘅合桃，有 Omega-3、1揸藍莓，最後淋少少無糖乳酪。乳酪入面嘅益生菌對腸道好重要，而腸道就係你免疫系統嘅大本營，腸道唔發炎，全身就少咗一半發炎嘅機會。午餐如果你係外賣一族，盡量揀啲多菜嘅飯盒，例如白切雞，去皮減少壞脂肪，加多份菜心或者芥蘭。點解要食十字花科蔬菜？因為芥蘭、西蘭花呢類嘢食入面有蘿蔔硫素，呢種物質可以幫肝臟解毒，減少體內嘅發炎物質。晚餐可以煮一塊三文魚，或者係煎一塊揸魚。記住煮嘅時候可以用少少薑黃粉做調味，再加大量嘅黑胡椒。配菜可以係洋蔥同蒜頭，呢兩樣嘢入面嘅有機硫化物係天然嘅抗生素，可以幫你進一步清走體內嘅垃圾。咁樣食法，你唔使餓肚皮，又可以食得好豐富。最緊要係你每一啖食落去，都係喺度幫你嘅細胞滅火。有人可能會問，我要食幾耐先見效？我同你講，身體係好公平嘅，你對佢好，佢一定會回報你。通常如果你可以堅持到21天，即係3個禮拜，你就會發現你嘅精神好咗，皮膚冇咁暗啞。最明顯係嗰種晨僵，即係朝早起身關節硬邦邦嘅感覺會減輕。如果你可以堅持到3個月，你嘅血液指標就會開始出現變化。喺我接觸過咁多健康案例入面，我發現長壽而且活得健康嘅老人家，通常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嘅飲食好乾淨。呢個乾淨唔係話要食得好貴，而係食得好原始。佢哋會食成粒嘅豆、成條嘅魚、成棵嘅菜，而唔係食嗰啲經過無數加工、加咗大量化學劑嘅罐頭或者即食麵。我記得有位90幾歲嘅婆婆，
佢到而家仲可以行山，耳聰目明。我問佢有咩秘訣，佢話佢由後生開始就中意用天然嘅香料在向，好似薑、蔥、蒜、黃薑呢啲。佢話呢啲係窮人嘅人參，而家科學證明咗婆婆係啱嘅。呢啲植物入面嘅植物化學素就係大自然送俾我哋最好嘅消炎藥。大家要明白，衰老未必一定伴隨住痛苦。好多人覺得老咗就一定會周身痛、行唔喐、要坐輪椅，其實唔係。只要你懂得管理好體內嘅炎症，你就算到咗80歲、90歲，依然可以有一個好嘅生活質素，可以去旅行，可以抱孫，可以享受人生。慢性發炎就好似你屋企入面嘅牆角起咗火，如果你唔理佢，慢慢呢場火就會燒咗你成間屋。而今日我同你講嘅呢啲消炎食物，就係你隨手可得嘅滅火筒。特別係薑黃，佢嘅性價比真係好高。喺藥材鋪或者超市買一包薑黃粉都係幾十蚊，但係佢帶俾你嘅健康效益可能係價值連城。我想再強調一次，健康係累積返嚟嘅。你今日選擇食多一粒藍莓，少飲一啖糖水，你嘅細胞都會感激你。唔好等到身體真係出咗大問題，先至諗住去腿神醫。最好嘅神醫，其實就係你每日食落肚嘅食物，同埋你嗰份積極面對生活嘅心態。如果你身邊有啲朋友長輩成日都話呢度痛嗰度痛，或者精神壓力好大，請你一定要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知。可能就係因為你嘅一個分享，令佢哋開始每日食少少薑黃，或者開始留意自己嘅飲食，佢哋嘅下半生就可能完全唔同晒。我哋每個人都想長命百歲，但係我哋更加想要嘅係健康咁長命百歲，唔好俾慢性發炎偷走你嘅晚年生活質素。由今日開始，喺你嘅廚房備飯一罐薑黃粉，一罐黑胡椒，每日食少少，幫你嘅身體清一清，除一除鹽。最後我想送一句話俾大家，你嘅身體係你唯一一個要住一世嘅地方，所以一定要好好裝修佢，唔好等佢漏水火燭先至嚟整。希望大家由今日開始都能夠食出正能量，食出一個唔發炎嘅強健體魄。我哋下次再傾更多關於健康嘅真相。希望大家每一日都過得開開心心，身體健康。記住，消炎唔係一日嘅事，係一輩子嘅修行。加油！